昨暗伫咧新北、基隆甲宜兰地区的民众，拢有收到2摆地动的国家警报。不过，大部分的人拢无感觉到地动，实在真奇怪。气象署就表示，这是因为这摆的地动发生伫咧东北边的外海，超过监测的范围才会安尼。因会搁甲附近的国家来合作，改善地动测报。 18暗9点21分，伫新北市基隆地区甲宜兰地区部分的民众手机也一直响，连续跳出2遍国家级的警报，通知讲，伫东北角地区发生强烈的有感地动，叫大家赶紧找所在避。没有感觉，但是发了2次。会吓到？是还好，就想说，为什么手机震了？可是没有感受到地震。很纳闷，怎么明明就没有事，怎么还会发出那个警报？会有点 担心、恐慌啊！伫随后气象署所发布的地动报告内面，讲这是一件震央伫咧台湾东北外海规模6.8地动，严过国家警报过境的区域，新北、基隆根本就无震度。全台湾有感的9个县市，上大震度也拢只敢一级别尔。中央气象署地动测报中心解释讲，这件地动是远震，已经伫咧咱国的监测网以外，造成准确度下降。 第一遍有感的地点，瓦郡基隆外海，规模5.1，昨来震央一直向下修正，但是一直到第4波规模6.3，拢达到过境的标准，所以伫咧第一时间发出国家的警报，自动的去抓取资料，然后就直接判断要不要发布国家级警报，那这样才能够抢到我们地震预警的时效。 那为了要做这个时效，我们势必要牺牲一些精确度的这边的问题，不能就是一味的，就是说真的压缩到时间很短的时候，事实上你的误差就一定是增大，那误报率就会增大。那这个误报率增大的话，就是也不能太长了。地质专家分析，因为设备的关系，东北角外海确实是较困难的测报区域，但是准确度袂用差伤多，若无就失去国家警报的意义。气象署是回应讲，将会努力甲附近的国家出力合作，透过跨国的地动测报设备，收集国家完整的震谱，来进行地动的测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